定。咁咧今日咧就唔係講嗰啲路線嘅，講解路線嘅。今日咧就係即係由一個地方介紹你好短程，即係你搭短程巴士咧，你個路程好短嘅咋，不過咧你係搭長途車要去個目的地。咁今日嘅主角就係 A11。好，咁我哋廢話唔講，即刻開始。A11就係一條由機場接駁北角碼頭嘅機場城馬機場快線路線啦。咁途中就經過一啲中環、上環嗰啲地方嘅，灣仔嘅地方、金鐘嘅地方。咁咧，我想講咧，如果咧你有一日咧，你去港島中區、中環、金鐘嗰度做啲乜嘢嘅話咧，你之後你屋企係住銅鑼灣或者北角或者灣仔嗰邊嘅話咧，我超級推介你搭呢條A11嘅，因為咧佢成人價只需6個8，係非常平嘅。咁咧，咁其實你就係21都得，不過21咧就冇 A11咁好。雖然佢有升級，A11有降級。如果降級嘅話，你最好係搭21，因為21喺趁住21降級嘅時候佢就升級。你話衰唔衰？咁咧 A11咧，因為21通常都係用嗰啲通常車啊嘛，好似封面呢架咁樣。咁呢個封面呢架咧就降級嘅情況啦。咁咧 E11咧都係E11咧，佢咧都係差唔多同 A11行差唔多嘅路啦。不過佢係天后圍尾站嘅。咁如果你去北角嘅話，咁你應該係會搭 A11 差唔多。因為 A11咧，佢有機場凳啊，機場巴士凳啊，嗰個凳好舒服啊。之後咧，你又可能問我，咁你喺港島搭一條機場嚟嘅路線，我有啲嗌人就話，有啲嗌人唔知你知唔知咩係嗌人？嗌人網絡人先知。咁就有啲嗌人就話可能話，即係社恐嘅人可能話，我由港島去港島，咁部司機會唔會認為我咩奇怪人啊？冇咩？放心啦，我同你講絕對唔會嘅，因為好多人都係咁樣做，連我都係咁樣做，係啊。因為咧，我咧經常補習社放學之後咧，都係搭 A11 或者 E11嘅，咁所以咧，你唔使驚呢個問題嘅，啲社恐嘅人，係啦，咁A11咧就係途經中環、港澳碼頭、大會堂、金鐘花園、羅鴨道、菲林明道、史小力道、多寶之道、威斯皇都糖街、維多利亞公園、興發街、哥倫街、電氣道街市、城景花園、北角道，之後到北角碼頭嘅，係。咁其實咧，佢喺新界嗰啲站好少嘅咋，即係佢喺機場嗰啲青嶼幹線西區海底隧道嗰啲站好少嘅咋，得4個嘅咋。一就係機場地面客運輸中心，一個就係海珠大橋香港口岸，一個就係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，之後最後一個就係西區海底隧道巴士轉乘站。係啊，咁佢一出嚟嘅話就係港澳碼頭干諾道中，係啊。即係應該係差唔多德信中心嗰度出面啦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亦都係西港城對面啦，應該係。亦都喺上環站嘅，係啊，都係經中上環呢個地方。不過唯一咧，佢經銅鑼灣嘅話咧，我有一點唔滿意就係，如果你係話要去崇光百貨嗰啲位咧。你咧，如果咧唔想行路嘅話咧，我都係建議你搭返其他車，因為 A11佢係停糖街嘅，係啊，即係 A11佢停糖街就即係銅鑼灣嘅最後一個站，維園應該已經係算天后啦，應該係啊，真係咁。
咁如果咧你喺你喺嗰啲即係點啊？你真係想去崇光百貨嘅話咧，最靠近嘅站咧都係去前一個站差唔多嘅，好似914啊、968啊嗰啲咩啊930X 唔係969啊，之後你咩961經同樣班次嗰啲啊，係啊。唔係喎，經961經同樣班次嘅可能，好似係唔知邊度啊？好似咩948啊、952啊、952好似唔係，都係上一個站嗰啲嘅啫，即係唐街嘅上一個站。不過個站都係叫崇光百貨銅鑼灣站，銅鑼灣崇光百貨街怡和街，即係嗰個圓圈嘅嗰個天橋嘅下面嘅嗰個站。就唔知你哋知唔知啦？係啦，係啦，所以就係咁樣，就係啦。以上就係我介紹，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條影片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咁我哋大家拜拜。